在当今社会，变身系列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，吸引了大量的爱好者和参与者。无论是在动漫、电影，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角色扮演 cosplay， 变身的过程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，更是一种自我探索和身份认同的途径。本文将探讨变身系列的意义、过程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。1. 变身的动机。变身的动机各不相同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变身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。在繁忙的生活中，人们常常面临各种压力，变身成为某个角色，可以让他们短暂地脱离现实，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。这样的过程能够带来情感的释放和心理上的慰藉。此外，变身也是探索自我的过程。透过角色扮演，个人可以尝试不同的性格和生活方式，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。许多参与者在变身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潜藏的特质，这对于自我成长和身份认同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。2. 变身的过程。变身的过程通常包含了选择角色、准备服装、化妆和道具等步骤。首先，选择角色是关键的一步。许多人会选择自己喜爱的动漫角色、电影角色或是历史人物。这一选择反映了他们的兴趣、价值观以及对某种身份的向往。其次，服装和化妆的准备则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。许多 cosplayer 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设计和制作服装，这不仅需要一定的手艺，还需要对角色的深入理解。这一过程让参与者能够体验到创造的乐趣，也增强了对角色的情感连接。当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，变身的那一刻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参与者通过变身感受到的身份转换，让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更加自信，并与其他有相似兴趣的人建立连接。3. 变身的社会影响。变身系列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一方面，它促进了社群的建立。各类型的角色扮演活动吸引了大量粉丝，这些人因共同的兴趣而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了支持和交流的社群。在这些社群中，人们可以分享自己的作品、心得和经验，从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认同。另一方面，变身也在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角色扮演进行互动，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理解。许多角色和风格的跨文化变身，不仅增进了彼此的了解，也丰富了各自的文化体验。4. 变身的挑战。然而，变身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。首先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变身可能会带来身份认同的困惑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过于沉迷于角色可能会导致与现实生活的脱节，这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是一种挑战。此外，社交媒体的兴起虽然促进了变身文化的发展，但也可能带来比较和竞争的压力。许多参与者会因为无法达到某些标准而感到焦虑。结论：变身系列不仅是一种有趣的娱乐形式，更是一个丰富的自我探索过程。它让人们在享受创造和表达的同时，能够思考自我身份和社会关系。随着变身文化的持续发展，我们应该以更加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去看待这一现象，鼓励人们在变身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自我，并与他人建立起更深的联系。在这样的探索中，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独特的光彩。